头个等下讲来，咱来关心苗栗个警方伫去年底咧侦办一个诈骗集团时要掠姓林的主嫌，不过呢掠2届拢无掠着，一直到2月中才掠着5个嫌犯。即马是逼出，因为有警察去做报马啊，牵涉去挑故意泄露掠嫌犯的行动，甲这行动拢泄露出去。目前苗栗个警方已经甲这个警察起诉。警方逮捕诈骗集团成员，甲主嫌等人拢掠着，佮查到毒品等相关证物。下车！下车！趴着！趴着！警方总算掠到姓林主嫌等5人，不过这已经是警方第3届行动，前2届好亲像行动计划泄露风声。警方启动内部调查，发现姓林的主嫌甲苗栗县警局大湾分驻所一个姓郭的员警正熟，而且姓郭的员警有甲诈骗集团同步，所以甲姓郭的员警移送法办。检方最近侦查终结，该依照涉犯刑法毒质罪，也有藏人犯加消灭证据罪起诉，各建请法院判重刑。查明高姓员警2度泄密给诈团成员，甚至要求诈团成员将车手撤离现场，竟仍违背职责与诈团勾结，行径恶劣。为维护警纪与司法公信，建请法院对其犯行量处不得1颗罚金的刑度，且勿宣告缓刑。检方查出姓郭的员警泄露去年12月，也有今年1月中的行动，让诈骗车手顺利脱逃。警方透过通联记录，发现员警甲诈团成员进前都已经熟识，目前已经予以停职处分。本分局自轻自检，从严查办，并依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等规定，将高原报请停职处分及查究相关人员考核监督不周之责任。警方表示，本案是主动自检调查，除了甲姓郭的员警依照人事条例规定处分，还会追究相关主管考核监督不周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